喺歷史嘅長河裏面，有啲選擇會改變一個人嘅一生，而有啲選擇會改變成個天下。呢個係一個男人為咗一個女人打開山海關嘅故事。嗰一年天下已亂，明朝搖搖欲墜，內有民變，外有強敵。而且關外面嘅係一個關鍵人物吳三桂，佢手握重兵鎮守山海關，係阻擋滿清入關嘅最後一道防線。而喺京城仲有一個女人陳圓圓，佢唔係皇后，亦都唔係貴妃，佢只係一個女子，但佢嘅美足以讓人忘記一切。吳三桂第一次見到佢嘅時候，係喺一個燈火通明嘅宴席上面，歌聲緩緩響起，佢喺人群中走咗出嚟。嗰一刻，所有嘅喧囂都安靜咗，佢嘅美唔張揚，但令人移不開目光。吳三桂到咗心，嗰個喺戰場上冷靜果斷嘅將軍喺佢面前變到唔似自己。佢帶走咗佢，從此陳圓圓唔再係歌妓，而成為咗佢心目中重要嘅人。但天下唔會因為愛情而停下。1644年，風暴來臨，李自成率軍攻入北京，明朝覆滅，皇帝自危，京城陷落。而吳三桂仲喺山海關外，佢面臨一個選擇：投降李自成，定係抵抗到底？就喺佢猶豫嘅時候，一個消息傳來了，陳圓圓被帶走了。嗰一刻，一切都變咗。佢唔再係一個冷靜嘅將軍，亦都唔再係嗰個為國思考嘅人。佢只係一個失去所愛嘅男人，憤怒、羞辱、不甘，全部湧上心頭。佢做出咗一個決定，一個改變中國歷史嘅決定。佢打開咗山海關，迎進咗另一股勢力——多爾袞率領嘅清軍。嗰一日關門大開，清軍南下，與吳三桂聯手擊敗李自成。好快局勢翻轉，李自成大退，北京重新易主。但呢一次唔再係明朝，而係清朝嘅開始。後人記住咗呢件事，用一句話總結：衝冠一怒為紅顏。一怒之下，佢改變咗自己嘅立場，亦都改變咗天下嘅走向。但係故事真係淨係為咗愛嗎？或者係，或者唔係。嗰一怒之中有愛，亦都有權力；有失去，亦都有野心。但無論原因係咩，結局已經無法改變。一個王朝走向終結，另一個王朝開始崛起。而嗰個女人陳圓圓，最終並沒有成為傳奇嘅主角，佢只係被捲入時代嘅洪流。佢嘅命運並冇人真正關心。吳三桂後來位極人臣，卻也背負萬年。歷史唔會太過辯解，淨係留低咗呢一句，帶住浪漫，亦都帶住殘忍。衝冠一怒為紅顏。呢段係一段愛情故事，亦都係一場權力嘅鬥爭，更係一個提醒。當情感壓過理性，當一念之間做出選擇，有時候付出嘅代價係成個天下。